好啦，我哋而家去呢個係風景區嚟嘅。咁啊喺高雄咧，已經踩咗接近60K 先嚟到呢個地方。咁啊，而家係行緊波嘅。我哋見到有條好靚嘅橋，一路望上去，一路上車嘅。咁啊，我哋隊友而家喺度索緊氣，好辛苦。仲要影喎，係啊。咁啊大家下一次嚟到有心理準備啊，要練下車先得。呢個就係呢條河嘅風景。呢條路係從30，即係上面掟落嚟，8嘅60。哇！如果喺頂一路上去，個潮濕點解？而家落翻嚟㗎嘛，係咪？哇！爽啊！爽！我們騎完，繼續上車。我今日嚟到呢個地方，呢條橋非常漂亮。上邊都有條吊橋嘅喎。對，係咯。你如果騎錯路，就會騎到吊橋，然後那個路會很像 gravel。係咯。呢個5年8架灣掟落嚟。上次珠峰姐騎錯路，就騎到吊橋。然後我們就在這邊想說，哎，怎麼有人騎公路車在吊橋上？結果過了半個小時，珠峰姐騎下來。那個是很難。